养心在公益，真情照万米，关闭活动。今年由国际养生会关庙分会主办，经过分会长简志雄、会内干部、善心人士以及企业共同募集到1万斤的白米，要来捐赠给区里内弱势家户以及公益团体。阮做这道的迄个公益是因为着看自发性的来甲关庙一寡迄个较弱势团体的甲一寡迄个这较贫困的骹手较不方便的阮就以阮做公益的活动来甲你迄个甲伊做一下服务的互伊讲迄个食一下3顿饱的就一包米5公斤无偌济啦就因为阮的能力有限所以迄个为遮来甲恁做服务这道的木珠嘛1119包的以阮所有的力量应该算足济啊啦阮就有法度以家己的能力来做这个活动。活动当天，关庙区长李宪川、市员蔡小薇、林彦竹办公室以及真侪地方的士绅，也拢来到现场祝贺活动顺利。同时，嘛感谢养生会善行付出。感谢那个国际养生协会我们总会长跟副会长他发挥他的爱心他目前的那个米帮助关庙的弱势满满的爱心对我们做入团队也是关庙地区这边换了那我们的许多的养生米他每年持续在做今年好像第16年持续每年都有这个捐米的活动我们感谢那个国际养生协会充满的这个善举这边我们做一个感谢。国际养生会定米活动是创会会长陈元启自2009年发起，多年来已经捐出10万斤以上的白米，善行使人感佩。国际养生会也欢迎志工道合、热心公益的朋友，做伙加入关怀弱势行列。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